各位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迎接新年，举办跨年的活动。12月31号暗时8点23分，要伫淡江大桥渔人码头边的溪面，甲八里的水上运动中心这3个点来放看河的烟火，要来放13分14秒。 高空来出现到新北市城市的英文的字体，也有新北市的 logo 标志。新北市今年的看河烟火以花卉写故事为主题，使用全台湾跨年首创的3座魔术的风火轮。啊，伫高空的放烟火这个点有10个点，这么啊多，实际烟火数量嘛增加到14168发，向顶到102发。 希望看烟火的乡亲，拢会当伫2022年的尾声留下美好的回忆。